要做这个光电板吼，伊其实甲这个山边仔拢挖去啊。你这个所在本来是伫咱讲次森林吼，光电不是要来种个是绿电吗？啊，那跟着砍原始林，为咱遐小农就直直甲我抱怨，因讲因的厝咧暗时加甲伫咧屏东哦，加甲超10度，离时40几度，因为你甲想光电板离时晒日的时阵，哦，迄热热，你讲边仔要种物件嘛无办法种，啊你这第一破坏迄个这当地的生态。啊，我咧直直咧讲是这样吼，阮去澳洲开会的时阵，澳洲因即马拢咧开发光电，尽量在海面上走，尽量是伫完全很荒废的地才做，绝对袂使为农田啊农田旁边的这个次森林那样做。